恁遐紫菜吼，是毋是哪有料做汤呢？大家能注意睇啊！恁可以像我这样来做成一道紫菜炒饭，来食着啊，真正是传到落来。首先，咱个鼎烧热，放入几片紫菜落去煸，煸到几片紫菜会酥脆，咱就要吸出来艾糊停。了就令起锅来落油，油热掉就放入五花肉落去酱，酱啊将五花肉表面金黄，咱就放入红菜头、玉米、虾仁，大火来个放炒空行。炒到会熟，咱就夹熟啲豉油落去蒸香，了继续来个炒糟，炒糟后就大半停，了令起锅来落油，油热掉就卡入一粒正經嘅寶蓋卵落去炒色炒散，再來放入個芥麥飯，了大火來個炒糟，炒糟後就倒入咱頭中炒色嘅少隻菜，加來夾熟啲鹽、豉油落去調味，了就繼續大火來個炒糟，再來壓上紫菜，繼續大火再來炒糟。最後再來也將芹菜、蔥花、胡椒粉，大火再來放菜，喂，這樣要做好之後誒！哇，香個像我這樣要炒出來飯啊，粒粒分明，有紫菜青香味，非常好食。